位同修他还没有修心灵法门之前呢，他就有带他的儿子去一个大伯公的庙里拜拜，然后呢他就跟大伯公许愿说，假如他的儿子自己本身能够买一间房子的话，那他的家里就会是神台供大伯公。可是现在同修已经修心灵法门了，他就想要供我们心灵法门的观世音菩萨，想问师父说，假如他没有供大伯公的话，这个算违愿吗？那他这个会对他有什么不好的影响吗？不会的，因为供的是观世音菩萨，连大伯公都要供观世音菩萨，明白了吗？哦，所以他如果没有供大伯公就没问题。你如果你不供的话，或者你去供一个什么狐仙什么，那大伯公倒真的要生气了。好，明白了，师父跟同修讲一声。